OK， 好，那我们刚刚消防局在大概3点多左右接到民众报案，在我们龟山中一路3段这边发生了一个仓储的火警。那我们消防人员到达现场，发现现场已经全面起火燃烧的。那我们了解现场里面是有这个罐头、有布料、有塑胶粒，还有一些一些化学品，主要是堆放仓库的一个堆放产品的一个物流仓库了。那现场事实上我们经过我们抢救之后，火势并不会蔓延到其他的厂房。那我们消防局总共出动了40辆各式消防车，还有将近100人消防人员还有义消到现场来抢救。那火势好在稍早就过了。